行，张总啊，那就明天晚上7点见啊！好。老板，来这个合同你看一下。这上海倪总的合同是吧？是的。行。这细节上没啥问题，没啥。那就按照这个拟定就行了，好吧？行。那就先这样啊。好的。老板，我跟你说的事儿就是筹的那个钱筹到了。我知道，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你爷爷是下午手术是吧？啊，是的。行，我知道。昨天给我打电话了，我就马上今天早上让那个财务呢赶紧把钱给我送过来了啊！你稍等一下啊。好，太感谢。哎，我钱呢？老板，你这样看着我干嘛啊？我也没偷你的钱。不是，刚才就你进来过是不是？别人没人来。这早上刚才财务放这儿的2万块钱啊。我进来就我拿了啊，老板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知不知道？做人得讲证据。你是看见我左手拿了，还是看见我右手拿了？我虽然说没看到你左手右手拿啊，但是啊，刚才在你没进来之前，我看到这个钱还在这儿。就你把合同递给我之后，我去看合同，注意力放在合同上啊，这个钱现在就不翼而飞了啊。谁证明这个钱是我拿的？谁证明这个钱是你拿的？我现在深度怀疑99.99999就是你拿的。我前人没有一个口袋，我拿了这个钱，我也有地方藏啊，是不是？你要真心想偷这个钱啊，你还怕没地方藏啊？老板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说这个钱是我拿的，我不要你说，我自己去吃免费的饭，行了吧？行，这话可是你说的啊。我说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钱可是员工他爷爷现在在医院的救命钱啊，就这个钱你都敢拿啊？我告诉你，那屏幕前的家人们，请你们帮我证明一下，这个钱是不是这个管理拿的？如果真是他拿的啊，我一定要将他绳之于法，送他进去吃免费的饭。右边不管是什么，帮我点播，谢谢大家了。好人一生平安，这可是员工的爷爷现在在医院躺着的救命钱啊，就这种钱他都敢拿啊！